隋末唐初，亂世動盪，山河傾覆，百年門閥輪替，千里烽煙四起。世間所有人都困喺天命無常、禍福難料嘅混沌之中。有人意欲逐鹿天下，想用武力平定坤；有人隱居山林，只求喺亂世保住自身。而喺蜀地青山雲霧之間，走出一位看透天地玄機、參破人世輪迴嘅曠世玄師袁天罡。世人皆知袁天罡憑住推背圖名留千古，曉得他能夠推演千年國運，預判朝代興衰，卻唔知道呢本震古削今嘅預言奇書，只係他不生神通嘅冰山一角。正史典籍、野史秘聞、民間傳說交織之下，袁天罡早已脫黐普通術士嘅層次，成為貫通天文、地理、醫學、風水、商術、曆法嘅千古第一人。他一生為人斷禍福，從無虛言，勘察山河，定奪天下龍脈，推演天道，預知百世輪迴，甚至可以自己推算生死，逆轉運勢。其修為之深，眼界之闊，神通之妙，遠超後世人嘅片面認知。世人稱佢為活神仙，絕非虛名吹捧。讀懂袁天罡嘅一生，就讀懂咗隋末唐初嘅天命流轉，讀懂咗華夏玄學文化嘅巔峰造詣，更能夠窺見天地大道之中人力同天命博弈嘅終極奧秘。公元573年，北周末年，益州成都一戶沒落官宦人家，一聲啼哭挖破蜀地稱臣嘅薄暮。袁天罡悄然出世，當時嘅世人冇人知曉，呢個滾滾墜地嘅孩童，日後將會受厄天地玄機，苦幸千年滄桑，成為華夏數千年歷史入面最頂尖嘅玄學家、天文學家、堪輿大師。袁天罡嘅高世算不上頂級顯貴，但亦絕非平民寒門。其祖父袁嵩曾經擔任北周濮陽、蒲江兩郡郡守，兼任車騎將軍，執掌一方軍政大權。父親袁基曾任涼州司倉，掌管地方糧食財稅嘅名副其實嘅在職官吏。祖輩世代為官，家學底蘊深厚，自細就為袁天罡鋪墊咗讀書明禮嘅根基。無奈天有不測風雲。袁天罡幼年嘅時候，父親突然辭世，昔日嘅官宦之家頓時家道中落，衣食無以為繼。年紀輕輕嘅袁天罡自此孤苦無依，家境清貧，飽準人世冷暖。一般細路遭遇呢種變故，早就意志消沉，庸庸碌碌世。但袁天罡天資異稟，心性遠超常人。苦難冇摸平佢嘅稜角，反而令佢養出咗超脫世俗嘅通透同堅韌。無父無母、孤苦無依嘅日子入面，身邊人都為咗生計奔波，苟活喺亂世，剩低袁天罡切米書卷專心悟道。佢唔中意世俗八股，是圖文像，唯獨對周易、道德經、天文星象等上古絕學情有獨鍾，日夜研讀，廢寢忘食。更加難得嘅係，佢天資絕佳，過目不忘，舉一反三，對玄學天道有住與生俱來嘅敏銳洞察力。世間人學而窮盡一生都只可以讀到皮毛，拘泥於文字表面，刻板掛理。袁天罡學而跳出固有框架，直擊大道本源，觀天象就知死時變化，察人情就知禍福吉凶，望山水就知龍脈走向。佢自細練成獨門風鑑之術，淨憑風聲嘅強弱，緩急清濁就可以判斷吉凶，分辨禍福，預知興衰。少年時期就已經初顯神通。關於袁天罡嘅師承，民間流傳兩重講法，真偽難辨，卻為佢曾添咗幾分傳奇色彩。一說佢拜師叔父袁守誠，袁守誠係蜀地知名術士，精通卜卦風水、天地易理。袁天罡盡得佢真傳，潛心苦修，又會貫通。另一重講法更為傳奇，
少年袁天光走遍名山大川，擺入藥王孫思邈門下，收集藝術、道法、天文歷法，集百家之所長，融藝義道聚於一身，最終成為全能宗師。無論師承如何，不可否認嘅係，青年時期嘅袁天光已經精通天文、地理、商術、堪輿、歷法、藝術六大絕學，一身修為深不可測。佢慕名利，不貪富貴，隱居蜀地山林，潛心暗道，間中為鄉里卜算吉凶，諧幽解難，每言必中，每傳必準，慢慢喺蜀地聲名鵲起，被百姓奉為在世神人。隋大業初年，天下初現亂象，焦糖昏暗，暗流衝動，30出頭嘅袁天光深知閉門悟道終究有所局限，想要看透天下大勢，參破紅塵天道，於是告別蜀地青山，遠赴東都洛陽。正係呢一次遠行，令佢從一方隱士徹底蛻變成名動天下、震動帝王嘅曠世元師。洛陽，隋朝東都，天下繁華會水之地，權貴雲集，名士紮堆。初到洛陽嘅袁天光，無官無職無名無勢，一開始無人將呢位蜀地來客放在眼內。但玄學之道從來唔靠家世背景、權勢地位說話，只憑真才實學定高低。當時洛陽嘅文人雅士、後朝官員，個個都痴迷上述命理，渴望預知自己仕途嘅禍福。有人聽聞蜀地袁天光精於雙面，斷事如神，於是紛紛登門拜訪，求佢為自己睇相斷命。袁天光來者不拒，說話淡然，字字精準，短短幾個月就喺洛陽封神，成為帝官貴人爭相追捧嘅玄學宗師。其中最廣為流傳、再入正史嘅就係袁天光為杜淹、王珪、韋挺三位當世名士睇相嘅傳奇事跡。當時三人正值風華正茂，才華橫溢，仕途啱啱起步。心懷壯志，意欲大展拳腳，卻又對前路迷茫不安，結伴去拜見袁天光，詢問一生運勢。袁天光安坐樓室，目光掃過三人面容，瞬息之間就已經睇透三人一線嘅軌跡，從容開口，斷言精準無比，分毫不差。佢望住文采斐然、筆力超群嘅杜淹，直言：個學係台國之才，學識冠絕當世，日後必定以文采聞名朝野，官至監察御史，執掌民間之職，一生雲運昌隆。跟住望向溫潤謙和、品行端正嘅王珪，傳道：閣下面上端莊，氣運沉穩，心誠仁厚，格局宏大，將來必定身居諫官要職，位列三品，輔助君和，康正朝政。黨嘅阿底王氣重。最後望向勇武剛毅、性情耿直嘅韋挺講道：閣下骨相剛健，氣場凌厲，天生武將命格，日後必定出任無職，執掌禁官，閉咗衛戍，鎮守皇宮，giải決。三人聽袁段譽，半信半疑。當時三人都係冇名之輩，冇顯赫家世，冇朝堂根基，突然聽話自己日後身居高位，位列朝堂，心中難免詫異。但袁天光語氣堅定，神色淡然，再補上一句驚世預言：三位日後雖然得以顯貴，奈何是途多波折，數年之後必會一同遭變，共陷低谷，被困蠻荒偏遠之地。但各位無需憂慮，低谷過後是否極泰來，終會重回高位，安享榮華，福壽綿長。一番說話，精準預判咗三人一生嘅起落浮沉。三人道謝痴許，只當係高人安慰之言，冇完全放在心上。但天道無常，天命有居，
所有事都如袁天罡所言，一步步應驗，絲毫不差。之後基連道淹憑住絕世文才，順利入朝為官，歷任監察御史，以民間聞名朝堂。皇貴深耕朝政，剛正不阿，敢於直言，一路升遷，穩居三品重臣之位，為挺頭新軍旅，驍勇善戰，恪盡職守，成功出任咗位，可執掌皇宮禁軍。三人悉數應驗顯貴嘅預言。正當三人仕途順遂，春風得意之時，隨朝焦唐爆發宮廷政變，諸王爭權，朝局動盪。三人不幸捲入政治漩渦，全部獲罪，一同被貶去晉州蠻荒之地，遠黐朝堂，跌落谷底，人生頓時陷入困境。絕境之中，三人猛然記起數年前袁天罡嘅斷語，心中無比震撼。冇諗到當年一句輕言，竟然精準預判咗數年之後嘅災禍。低谷困頓之際，三人因緣際會，再次偶遇遊歷至此嘅袁天罡。三人惶恐求教，詢問前路嘅痛。袁天罡依然淡然一笑，重申從前嘅斷言，各位終究會顯貴，劫難轉難，即逝無需消沉，靜待時來運轉就得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大唐立國之後，高祖李淵廣立賢才，赦免舊臣，三人全部被重新啟用，重返朝堂，身居三品高位，輔助大唐開國理政，一生榮華富貴，權勢在身。一次應驗可以話係巧合，次次應驗就係通天神通。袁天罡正憑一眼上面就睇透三人十幾年嘅起落浮沉，預判禍福百發百中呢件事傳遍朝野，天下譁然。自此，袁天罡天下第一相師嘅名號響徹大江南北，上至皇宮貴族，下至平民百姓，冇人不識其名，冇人不嘆其神。如果話預判杜淹、王貴、韋挺三人嘅命運，只係袁天罡小試牛刀，今佢為幼年武則天體上，預判千古女帝降世一事，就係佢一生最傳奇、最震撼後世嘅巔峰神蹟，亦係最能夠彰顯佢通天徹地本領嘅曠世手筆。當初武德年間，天下初定，亂世漸浮，袁天罡嘅姓名早已震動朝野。當時并州文水是族武士獲歷任朝中高官，家境顯赫，地位尊貴。聽聞袁天罡相術通神，於是專程請佢登門，為家中子女體上斷命。當時武則天仲係襁褓之中，只得數月大，懵懂無知。武則天嘅母親楊氏向來聰明機敏，心思縝密，深知相術玄妙，亦知道世間從來冇女子稱帝嘅先例，心中暗藏試探同期盼。佢特意心生一計，將襁褓中嘅武則天換上男裝，扮成男嬰，抱到袁天罡面前，放情係家中有子，請袁天罡睇相。袁天罡緩步上前，目光落喺襁褓孩童身上，只係一眼，原本淡然平靜嘅神色頓時大變，眉頭微蹙，眼神震動，滿眼都係難以置信嘅驚訝。佢深耕相術數十年，閱人無數，睇透萬千命格，皇后將相、凡夫俗子、才子佳人嘅命格見過無數，卻從未見過如此尊貴霸氣、磅礴無雙嘅絕世命格。佢凝神細看，仔細推演片刻，過咗好耐先緩緩開口，聲音帶住幾分震撼同驚嘆。而呢個孩同連龍同鳳頸骨相稱奇，命格尊貴到極點，貴不可言。武士或夫婦聽聞此言，
心中大喜，以為呢個幼子日後必定成為帝王將相，富貴無雙。誰知袁天罡話鋒一轉，語氣凝重，講出一句震徹千古、顛覆世人認知嘅經世斷語：喜色如果呢個係女子，將會成為天下之主，君臨四海，執掌天坤，坐擁萬里江山，登九五之尊。一句話講完，滿堂寂靜。隋末唐初，男尊女卑嘅觀念根深蒂固，數千年以來，華夏王朝一直係男子稱帝，男主天下，從來冇女子執掌皇權、君臨天下嘅先例。喺所有人嘅認知入面，女子天生依附男權，相夫教子，安居內宅，絕無可能問鼎皇權，主宰天下。但袁天罡偏偏一語道破天機，直言呢個襁褓女嬰日後將會打破千年桎梏，顛覆世間禮法，成為一統天下嘅女皇帝。呢個預言喺當時睇荒誕至極，匪夷所思，簡直係天方夜譚，冇人敢信，冇人敢想。武士和夫婦驚駭萬分，心中又驚又怕。一方面震驚於呢份絕世尊貴嘅命格，一方面恐懼於呢個驚世駭俗嘅預言。喺皇權至上嘅年代，私藏未來帝王，預知朝代更替，都係滅門重罪，而人懵聲張，唔敢外傳，只可以將呢個秘密深埋心底。昨日惶恐不安，歲月流轉，世事變遷，數十年光陰轉眼即逝，誰都冇諗到，當年袁天罡一句驚世預言，最終與應驗分毫不差。多年嘅襁褓女嬰武則天，歷經深宮浮沉，串謀博弈，步步為營，殺伐果斷，一步步突破階層束縛，打破世俗偏見，廢立帝王，執掌朝綱，最終登基稱帝，改唐為周，成為華夏數千年歷史上唯一一位正統女皇帝，君臨天下，號令四海，坐擁萬里河山，完美印證咗袁天罡嘅絕世預判。當日矮無數術士上士苦容風雅，妄言天命，最終全部落空。唯獨袁天罡喺女子絕無可能稱帝嘅年代，一眼睇透千年局勢，精準預判女帝降世。呢份眼光、格局同神通，縱觀華夏歷史，無人能及。英觀初年，大唐盛世賴海序幕，唐太宗李世民勵精圖治，後現若何，廣立天下奇人異士，治國安邦，穩固江山。當時袁天罡嘅盛名已經傳遍天下，佢通天徹地嘅玄學修為，百發百中嘅天命推演，早已驚動皇宮內廷。唐太宗心智，亂世定江山靠武力，成世守基業靠天機。朝堂之上，文臣武將多不勝數，但能夠參破天道，預知國運，規避禍患嘅曠世玄師，得袁天罡一人而已。於是唐太宗下旨，專程徵召袁天罡入宮，封為御前之樓，半駕左右，詢問天道國運，招堂禍福。入宮之後嘅袁天罡唔恃才傲物，唔嘩眾取寵，行事低調，進退得體，深得唐太宗信任敬重。唐太宗不時深夜召見袁天罡，平推左右，密談天機，詢問大唐國運、朝堂隱患、後世興衰。袁天罡知無不言，言必有據，推演天道，預判禍福，為太宗避開無數朝堂危機，社稷隱憂。一次朝堂閒談，唐太宗心生好奇，問袁天罡：朕聽聞天下術士眾多，都識卜算吉凶，卻多有虛妄不實之言，點解唯獨卿家所言，次次精準，從冇錯漏？袁天罡從容作答，一語道破玄學真諦，盡演宗師格局。世間凡俗術士大多拘泥掛獎，固守定式，
以小術卜人，以死卦斷事，所以多有偏差。神所修之道，不拘泥於細小法術，而是觀天道運行，察人心變遷，審時局流轉。天命暗藏於人心，興衰體現於時局，順勢而為，追本溯源，故此所言皆準，所斷無差。呢番言論徹底令唐太宗折服。世人以為袁天罡靠奇門異術預知天命，其實佢早已跳出術嘅局限，抵地道嘅境界。佢嘅預判從來唔係憑空虛構嘅玄學幻術，而係洞察人性、洞悉時局、通曉天道嘅頂級智慧。在朝期間，袁天罡仲與另一位曠世奇才李淳風相遇相知，結為摯友。李淳風精通天文曆法、算術星象，學識淵博，天資卓絕。同樣係大唐頂級玄學家，以人志同道合相輔相成，不時相伴論道，推演天機，交流天文義理、天地大道，成為貞觀年間一段千古佳話。世人只知二人合着推背圖，卻唔知道二人喺朝堂之上一同修訂曆法，校正星象，推演四時，完善天文體系，為大唐天文曆法嘅完善，重視時序嘅規整，立下不朽功勳。李淳風擅長數理推演、星象觀測，袁天罡擅長天命預判、山河堪輿。二人互補長短，相輔相成，堪稱隋唐玄學嘅絕代雙驕。唐太宗晚年，愈來愈執着與國運興衰，時常憂心大唐江山嘅未來走向，王朝存續之久短。一日，太宗再次深夜召見二人，命佢哋推演大唐後世國運，預知千年興衰，朝代更迭，君命難違。二人於皇宮高台設壇推演，觀星悟道，用盡畢生所學，推演天地輪迴、王朝更替。李淳風潛心演算，層層遞進，愈算愈精，愈推愈深，有大唐當下國運，一路推演到後世千年世事，朝代更迭，戰亂興衰，盛世亂世，一一推演清晰，欲罷不能，層層深入。身邊嘅袁天罡現狀，深知天機不可盡泄，天道不可盡言，世間萬事皆有定數，過度泄露天機，別奏天譴，引發禍端。於是佢輕輕推咗一神風嘅背脊，運聲勸導，天機切勿盡泄，世事雖流如地，到此為止，足矣。李淳風頓時醒悟，即刻停手，不再推演。二人將推演得出嘅千年國運、百世興衰整理成書，繪製成圖，配上沉語詩句，最終着就咗震古削今、千古難解嘅預言奇書《推背圖》。千百年內，《推背圖》一直被奉為中華第一預言奇書，冇人不知，冇人不曉。全書一共60章，圖文並茂，參差相配，隱晦推演咗唐朝之後長達2000餘年嘅華夏國運、朝代更迭、亂世盛世、重大變局。最為神奇嘅喺推背圖嘅預言，精準得令人驚懼。五代更迭，宋元興衰，明清更替，近代變局，亂世紛爭，盛世到來，數千年重大歷史事件，全部被書中預言精準命造，一字一句，一圖一尋，都同後世史實完美契合，氣無偏差，毫無虛妄。後世無數文人學者、玄學大師、歷史名家，窮盡畢生精力解讀推背圖，卻始終無法完全參透當中所有玄機。有人驚嘆此書通天徹地，預知千年；有人敬畏此書洞悉天道，涵蓋古今。仲有人將此書奉為玄學巔峰之作，認定呢係袁天罡一生最強嘅神通。但極少有人知曉，推背圖從來都唔係袁天罡嘅巔峰本領，只係佢畢生修為嘅冰山一角，隨手之作。其一，
推背圖係袁天罡同李淳風二人合力合著，並非袁天罡一人所作。當中數理推演、星象測算都係李淳風所長，而天道格局、國運定數、天機取捨先至係袁天罡嘅核心造詣。此書係二人合作嘅成果，唔可以完全代表袁天罡嘅個人巔峰實力。其二，袁天罡一生精通六大絕學，推背圖只展現咗對國運推演呢一項能力。除此之外，佢嘅商術識人、山河堪輿、風水定脈、自斷生死、米道通天、曆法通元，每一項都遞到咗古今頂尖水準，單項造詣絕不輸俾推背圖嘅成就。其三，袁天罡創作推背圖之時，特意修煉神通，隱晦天機，句句柳白，字字重釘，從未演禍福，直白預言。佢深知天道輪迴，天機有道，故此刻意模糊讖語，暗藏玄機，只為警示後世，流傳道統，而非窮盡天機，泄露乾坤。換言之，推背圖係佢刻意長絕嘅作品，遠未展現出佢嘅全部通天本領。對於袁天罡而言，驅演千年國運，只係登高觀天、俯察塵世嘅尋常本領。佢真正碾壓古今、超越時代、遠超世人認知嘅絕世神通，藏喺一啲鮮為人知、更加震撼人心嘅傳奇事跡之中。除咗商術通天、推演國運之外，袁天罡最頂尖、遠超後世所有風水大師嘅本領，就係山河堪輿、龍脈定局。後世風水術士多指食體宅遠吉凶、冇月禍福，細小風水格局局限於方寸之地。而袁天罡嘅風水之道，放眼天下，囊括山河，以天地做棋盤，以龍脈做經緯，勘察王朝龍穴，定奪天下格局，係真正嘅帝王堪輿師。貞觀年間，天下初定，唐太宗想要穩固大唐江山，延續皇室福澤，揾尋天下頂級龍穴，修建皇陵，鎮守國運，保住李唐江山萬世基業。遍觀天下術士，定得袁天罡可以勘察天下龍脈，定奪王朝龍穴，連王位。終於試下令袁天罡走遍九州，踏遍山河，尋找天下第一帝王穴。袁天罡奉旨出行，獨自走遍大江南北五岳三山，江河湖海。佢觀山勢，測水流，辨氣場，分龍脈，走遍天下名山大川，勘盡世間山川格局，最終喺蜀地囊中揾到一處曠世無雙嘅天地龍穴。呢水山水環繞，氣場匯萃，山山環抱，熱水縈繞，山勢蜿蜒如龍，水流盤旋聚氣，藏風立水，格局天成，係千年難遇嘅頂級龍脈福地，可以鎮守國運，興旺皇室，保住江山延綿，護佑天下太平。各位，傳奇嘅係袁天罡同李淳風二人曾經分別為大唐勘察皇陵龍穴，二人相隔千里，各自尋訪，最後竟然不約而同，精準鎖定同一處龍穴，分毫不差，完美契合，足以見得二人山河堪輿之術嘅通天水準。除此之外，袁天罡一生勘定無數名山大川、風水福地，留下諸多千古風水格局。佢勘定嘅阆中古城風水格局，依山傍水，龍脈穩固，千百年來此地人才輩出，民風鼎盛，遠黐戰亂，少遇災禍，福澤綿延千年，至今依然應驗。後世所有風水堪輿之術、龍脈推演之法，大多源自袁天罡嘅傳世典籍。佢著有《袁天罡雙書》《五行雙書》《太白會運》《狄少通代嘅圖》等絕學傳世，完善咗華夏風水體系、商術體系、天道推演體系，為後世玄學發展奠定咗千年根基。後世風水師
窮盡一生研習佢嘅著作，都只可以好倒皮毛，難以忘其孔背，足以證明袁天罡嘅山河堪輿、風水定物之能，早已登頂華夏玄學之巔，冇人能敵。世間術事大多可以斷他人禍福，測旁人吉凶，卻唯獨睇唔透自己嘅命運，推算唔到自身嘅生死。古往今來，無數玄學大師、相術宗師，都逃唔過偽者不自迷，術者不自斷嘅桎梏，一生都冇法參透自身天命，臨終遺忘，草草落幕。但袁天罡打破咗呢個千古束縛，做到咗自天命斷生死，像歲月來去自如。佢一生最令人敬畏、最能彰顯修為嘅本領，就係精準預判自己此世嘅年份、月份、日子，一生從容落寞淡然，無恨無懼，洗脫歸塵。貞觀19年，袁天罡已經72歲高齡，歷盡半生繁華，閱盡世事滄桑，看透天地輪迴人間百態。當時佢依然身在朝堂半家太中，深得帝王器重，百官敬重。當朝重臣高士廉同袁天罡相較多年，私交深厚，深知佢神通蓋世，預知無差。一日閒談之際，高士廉好奇問道：袁公神通蓋世，通曉天命，可知自己餘生幾何，壽數幾多？他日最終歸於何處？呢個問題一出，身邊眾人都側耳傾聽，人人都好奇呢位曠世玄師能否睇透自己嘅最終結局。袁天罡神色淡然，毫無波瀾，微微一笑，從容作答，斷言清晰篤定，毫無遲疑。吾今年72歲，餘散無幾，今年夏秋之交，吾命當中歸於塵土，復歸天地。講嘅係吾一生結局，天命已定，無可更改。一番說話平靜淡然，舉重若輕，無絲毫畏懼，冇半分惶恐。世人皆貪生畏死，執戀紅塵富貴，唯獨袁天罡看透生死，直面天命，將生死輪迴視作尋常天道運行。眾人聽聞都半信半疑。當時袁天罡身體康健，精神矍鑠，談吐清朗，無病無痛，無災無難，完全睇唔出壽終之傷。所有人都以為佢只係淡然說辭，故作洗脫，冇人當真。但天道有據，天命無虛。貞觀19年夏秋之交，時序流轉，如期而至。袁天罡無病無痛，安然閉目，從容此世。終年72歲，此世時間同佢數月前自斷嘅生死時日分毫不差，完美應驗。縱觀古今，能夠精準自斷生死、準確到年月時節嘅宗師，淨得袁天罡一人。呢份通透，呢份修為，呢份對天道輪迴嘅掌控力，已經超脫凡俗，近乎神仙。更為傳奇嘅係袁天罡之世之前，早已提前勘定好自己嘅墓穴福地，親自挑選龍穴，制定裝備，預知自己身後千年安處，無人侵擾。千百年來，世間古墓無數，帝王陵寢大多被盜被毀，殘破不堪。唯獨袁天罡之墓，歷經千年風雨，戰亂紛爭，朝代更迭，始終完好無損，無人敢盜，冇人敢擾，安穩矗立千年。複雜綿延至今，千百年來，世人歌頌袁天罡，多將佢神化仙化，只知為通天神仙、轉世神人，沉迷於佢嘅傳奇神蹟、玄幻語言。但撥開層層神話濾鏡，褪去民間傳說嘅外衣，真正讀懂袁天罡，先至會明白佢最厲害嘅，從來唔係預知未來嘅神通，而係洞悉天道、看透人心、順應時局、知行合一嘅頂級人生智慧。佢幼年孤貧，歷經苦難，
卻從不怨天尤人，自暴自棄，喺絕境之中悟道，喺困頓之中成長，練就通透心性、堅韌格局。呢係普通人最難擁有嘅立身根本。佢身懷絕世神通，手握通天本領，卻從不恃才傲物，妄以天命，濫用異能。佢看透亂世浮沉、朝堂權謀、人心險惡，卻始終堅守本心，低調內斂，進退有道。身處盛世不貪富貴，身在朝堂不戀權勢，知進退，懂取捨，明禍福曉天命。唐太宗敬重佢，倚重佢，想要授予高官厚祿，留佢長居朝堂。佢卻深知高桌不勝寒，成亦必須嘅天道規律，不貪圖皇權富貴，不執着朝堂權勢，半散有力，半散隱居，隨性自在，淡然處世。佢能夠推演千年國運，預知百世興衰，卻從不妄改天命，不干預世事。佢泄露天機，卻不逆天而行；預判禍福，卻不擾亂時局；看透輪迴，卻坦然入世，以道立身，以術濟世。半生為百姓排憂，半生為君王安邦。無愧於天地，無愧於世人，無愧於本身。相比於一啲只會空談玄學、虛妄算命嘅江湖術士，全天罡嘅高明之處，在於佢嘅玄學從來唔係虛無縹緲嘅幻術，而係植根於天文地理、人心時局、天道規律嘅大智慧。佢觀天象醫知世事，係頂級嘅天文學家；察山水而定龍脈，係頂級嘅堪輿宗師；觀面相而知人心，係頂級嘅人性洞察者；推演國運而知興衰，係頂級嘅天道傳承者。佢一生所學融合科學觀測、人文洞察、天道規律於一體，超越咗時代局限，跨越咗千年時光。隋末唐初，亂世風雲散去，大唐盛世繁華落幕，千年朝代更迭，世事變遷，無數皇后將相帝王後鴻，最終都淹沒喺歷史長河之中，唯獨袁天罡嘅名位跨越千年歲月，歷久彌新，愈發璀璨。世人記得佢，因為推背圖預知千年，震驚古今。世人敬畏佢，因為一眼斷雷帝，定天下格局。世人推崇佢，因為相術通神，堪輿觀世，自斷生死，通透從容。但真實嘅袁天罡，遠比世人認知嘅更加傳奇，更加通透，更加厲害。佢嘅強大從來唔係單一嘅預言神通，而係全方位、全維度嘅絕世修為。論相術，佢一眼看透人生命格，一生禍福，古今無人能及。論國運，佢推演千年興衰，百世輪迴，精準無差，震撼古今。論堪輿，佢踏遍山河，欽定龍脈，執掌天下風水格局。論通透，佢看透生死，知命無憂，來去從容。論格局，佢身懷通天術，心懷濟世情，不貪權勢，不戀浮華，順應天道，安然處世。古往今來，玄學宗師數之不盡，術士高人層出不窮，但唯獨袁天罡一人做到咗術通天地，道貫古今，知行合一，一生圓滿。佢冇神仙嘅虛幻縹緲，卻有神仙般嘅通透洗脫；佢冇帝王嘅權勢滔天，佢有俯瞰天下，看透千年嘅宏大格局。千年歲月悠悠，山河依舊，世事滄桑。當後世人再次回望呢位隋末唐初嘅曠世玄師，終於明白，推背圖只係佢嘅傳世名片，而洞悉天道、敬畏天命、通透人生、濟世度人，先至係佢留俾後世最珍貴、最深遠嘅千古傳承。天鏡照千秋，玄道傳萬古。袁天罡以凡人之軀，窺天地之秘，以一生通透，正千古傳奇。當之無愧為華夏5000年第一玄師，萬古流芳，永世不朽。